这些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20号，公元2017年7月14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对刘晓波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司政洛桑桑格对刘晓波逝世表示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公立学校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努布拉传授佛法教授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致函祝贺新任蒙古总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沈阳市司法局于昨天7月13号晚间公布罹患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在获知刘晓波先生去世的消息后，京城达赖喇嘛尊者对刘晓波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遗孀刘霞及其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虽然刘晓波先生已与我们不辞而别，但我们要贯彻他长期以来坚守的原则，为建立更加和平与稳定、繁荣的中国付出努力。这便是对刘晓波先生的最好祈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也发表声明，对刘晓波先生致仕与刘孀刘霞表达了衷心哀悼和深切的慰问。司政在声明中表示，今闻刘晓波先生不幸离世，悲痛万分。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有关刘晓波先生的病情报道。我希望刘霞女士在这困难时期有更多的力量和决心面对一切。司政洛桑桑格早些时候也发表公开声明，再次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刘晓波出国接受治疗。司政在此前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也表示，中国政府不能让刘晓波先生失去生命，而是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他出国接受治疗。刘晓波先生的病情在急剧恶化中，如果他不得到适当的救治，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中国政府应该对他生命负责。此外，司政洛桑桑格也于7月1号在刘晓波被诊断出患有肝癌晚期后，立即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领导人允许刘晓波及其家属前往国外接受治疗。司政洛桑桑格在声明中强调，我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如刘晓波等中国民主人士们的启发，世界的民主浪潮逐渐触动中国。我乐观地认为，刘晓波先生对中国的民主意愿将很快会得到实现。此外，7月8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拉达克公立学校，并向该校1600多名师生发表了演讲。拉达克公立学校董事会创始人兼董事长恩尼邦古克先生和该校全体师生隆重迎接了达赖喇嘛尊者的驾临。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表示，我这一代已经结束了，但你们是属于21世纪的人，也是你们生命的开始。你们有机会带来变革，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一个更加快乐和谐的人类世界。要扩展你的思维和视野，不要只停留在拉达克的圈子里，要俯瞰印度和世界的变化。尊者还表示，拉达克在过去50年来得到巨大发展，并提到教育对发展的重要意义。今天的世界似乎困扰着诸多问题，这一代年轻人将要承担解决和防范这些问题的重任，未来在你们手中。尊者指出，从长远来看，我相信印度可以在提倡和平与爱心的基础上，为全人类的福祉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鼓励心灵和情感在理解与运作的基础上，复兴古印度文化所产生的情感。校长贝尔瓦尔先生感谢尊者对他们的开示，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历史和发展状况，以及介绍了学校开设的藏传佛教法相辩经法和环境研究等事宜。
另外，本周一7月10号，正在拉达克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努布拉地区，在德吉寺开始了佛法教授活动。本周二7月11号，尊者教授了吴祝贤论师所著的《佛子行37颂》。本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开始向当地的信众传授了莲花戒大师所著的《修次中编》。达赖喇嘛尊者向上千名前来参加法会的信众强调，在21世纪的今天，佛教徒应该注重佛法的整体，而不是局限在各自的学派之中。大家应该以300多部甘珠尔和丹珠尔经典为基础来认识研究佛法，只注重自己的传承系派，这对整体佛教的发展意义不大。与此同时，本周一7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致函祝贺巴图勒嘎先生在蒙古国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并当选蒙古国总统。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还回顾了自第3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以来，蒙古和西藏人民共同关心佛教文化以及独特而密切的关系。达赖喇嘛尊者祝愿新任蒙古总统哈尔马塔巴图勒嘎先生在任期内各项事业圆满，并如愿满足蒙古人民的心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致函祝贺巴图勒嘎先生在此次大选中获胜。此外，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居住在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对此表达了哀悼。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流亡藏人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对刘晓波逝世表达哀悼的场面。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